在上次 PDF 转 Word 的视频当中，就有些朋友问怎么把 PDF 转为图片，趁着这次也是 PDF 相关的视频，来一起给这些朋友实现一下 PDF 转图片的功能吧。我的提示词是这样写的，前面这就是一样的，我们直接复制粘贴，然后第一点，读取，复制一下这个路径，路径中的所有 PDF 文件。第二点就是把所有的 PDF 转为 JPG 格式的图片，并保存到后面就叫 Picture 吧。路径中，如果路径不存在，则新建。就这样简单的2句话就能实现。当然，你还可以要求它转为其他格式的这个图片，也可以对这个生成图片的命名进行规定。最后也是把这2个提示词复制，之后来到大模型这边，然后粘贴，发送出去，等它生成就可以了。Later， 好，生成了之后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代码说明，看有没有库需要安装的。然后可以看到这里还是有个库需要安装的，但是这个库前面应该已经安装过的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复制它这个代码，然后来到编辑器这边，还是在之前的项目这里右键 New Python File， 然后这个名字叫 PDF to JPG 吧，然后把刚刚复制代码粘贴，然后直接点这个把代码跑起来。好，我们看到它这个已经跑完了，然后来路径这边看一下结果。好，这里多了一个 Picture 的文件夹，然后打开看一下里面。好，现在这些就是已经把那个 PDF 全部转为一个 JPG 的图片了，而且它是每一页是一张图片。所以说用 AI 和 Python 实现一些功能是非常简单的。对，当你学会了没？用 AI 加 Python 实现自动化就是这么的简单，哪怕你一点代码都不会，也能轻松上手。订阅我，我会持续分享更多 AI 和 Python 提高工作效率的干货。如果你有工作或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，或者说重复繁琐的事情，希望有自动化的解决方案，就可以在评论区上面留个言，我们一起研究一下，看怎么通过 AI 大模型来解决。最后，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话，记得点个 like 和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，让大家都能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